开始录像，开始录像。OK， 开始了。我靠，这个夜景超级夜景，超级。哎，这谁在领我啊？哎，蓝卡呀！全部，木木、老五啊，百货。先穿正装了，去年12月14号就穿的正装，13号13号，去年12月14号就穿的正装，13号嘛12号搞忘了，好像是11嘛12，反正就这几天又在那边，看又往另外一个。下这个视频哦，算了，还是从另外一个视频算。这个视频拍了之后可以保存到那个发抖音，方便一点。微调一下。声音开小了，我说哦，城管那些来了。家用侍郎在前面，这小朋友。哇，超广角。现在天黑的太早了，就7点多就天黑了。现在我不知道因为现在讯号不好，什么讯号不好，看聊天内容不方便。没有那个软件好用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有点卡的感觉。清晰度要高一点点，我设置1440，1080清晰度高一点。之前那个用这个软件直播4K 的，4K 只要网络够好。第一次直播是非常成功，后面就不行。后面那个软件升级了之后，这个4K 直播就卡得不得了，一帧一帧的，后面就没有直播了。其实以前老的软件4K 直播都还很好用。4K 60，相机都不用拍了，直接就用手机拍就完了。
后面就不行了，后面就用了其他的 APP。这个前面第一个这是兰卡中吧，第一次领舞，后面是肉夹馍，然后白鹤，然后茶溪，然后穿正装嘛，还能穿正装，穿了便装，吴京，你看没有？对，老夫王昨天的嘛就穿了一个藏装，他没穿，他是吊在这个身上的，他不是正式的这种。那么那个丹少爷也是，这后面戴帽子这个是谁？是小西西吗？有点像哦。开旭来了，开旭不是要去北京吗？北京有个培训班，还要待几天哦。他们那边跳锅庄舞的。应该他说是2周吗？一个班10多20人左右，好像教2周啊。但是任杰说只有几天时间，1周吧好像是。现在开始教小朋友也在跳，大人也在跳，忙不过来。卡不卡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个看那个字幕看不到，没那个软件好用。不管它了，反正我相机拍了就可以了，也不管了，反正就顺其自然吧。男的管那个了，反正我相机拍了就可以了。竖屏我开了，我不知道竖屏卡不卡。竖屏还是卡呢，竖屏也在卡。像这个软件看字好麻烦，看不清楚。这个小的。这个超广角157度，我用的那个也是 Sport 2那个夜景模式，我也不是。感觉人好小哦，一下可以收10多20个人左右，相机可以收个7、8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、7个，这个可以收3、6、9、11个。相机可以收4个，4个半5个，手机可以收7个，然后运动相机可以收11、12个。我的破个的3没用，其实可以，可以带。卡吗？好了，我就停了啊，结束。
好了。这去正后面那个担保子是谁？担保子是小西西吗？这个是沙漠的吗？取嘴儿。不是小西西，担保子不认识。这个是完蛋错了又，那没办法了，不管了。实验室相机拍就没有，还有一个竖屏嘛，竖屏也在卡，不知道咋回事。他晓得哦，肯定晓得噻。公布第3个，第2个是老五。老五剪那个头发样式有点好看，有点怪，头上取针，都穿，相当于穿正装嘛。像吴京没有穿正装，应该以后天气凉快，应该每天都穿这种嘛。今天星期几哦？就星期3了嘛，我都搞忘了，星期3正装的嘛。然后每天星期3还要说放金刚舞，以前好久没放了。今天星期3了嘛？星期3了嘛，正装是的嘛？对啊。金刚我也好久没听了。去年子也穿了。谁见着了白松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一度拉左右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一度拉左右。대게 리빈 주네 연주디 라쳐서 바고 자히고 뭐 누구 쇼라 봐요 바고 자히고 뭐 누구 쇼라 봐요 소야라 바고 자히고 뭐 누구 쇼라 봐요每朵浓蓝江松，把公扎一个梦，每朵在那去，把公扎一个
没都在拉去，除了呀空气的不，天边有那祖宗，把公扎一个么，天边进来悠悠，把公扎一个么，哦，天边进来悠悠。一个梦，天边进来悠悠，所呀啦把公扎一个梦，天边进来悠悠。如果我们要到前面来领我，真的是，他有些跳，有些跳得好，跳不好。他能都来嘛，反正不会跳的话就在第二个，会跳在第一个。
绍一下，第一个欧姆，第二个兰卡，第三个老五，第四个是舟山。舟山取真，后面是杨秀儿，这后面是小罗，小罗后面是白鹤，都是一样的衣服，这是巴拿取真，巴拿取真后面是扎西，这是罗桑，这儿又来2个。罗桑后面那个刚刚进来就是江春，白鹤的哥哥，后面是江春，后面是登真，登真后面是翁修，直接叫翁修现在，所以叫到翁修就是了。这后面是连佐，翁修，连佐是一般的，没有不是正装，是其他颜色。连佐后面是老福，在后面是苏拉，苏拉后面吴京没有穿正装，没穿正装在后面。吴京旁边是曲周儿，就介绍完毕。最后面那个是德格莲姐妹那2个，这个德格莲姐妹，这个是后面那个是丹尔姆，这面是勇儿，勇儿后面那个是凤，这个是张扬王母儿，这个是德格莲姐妹，大罗拉楚、小拉楚，叫小拉楚一点，上巴西，然后后面是曲真。亚瑟猫那个是谁啊？那是傻瓜吗？好像是他呀。最后面那个叫桑姆，那么好字那个，他的名字取得有点怪，他唱歌唱得好。他的抖音名字就叫傻瓜，好像就叫傻瓜。他也是团队成员，没穿正装。这最老的一批，基本上很少来。在后面那个镜头里面，最左边是桑姆，然后是曲真。2个颜色一样的是德格莲姐妹，还有江阳王母和那个刘勇儿、丹尔姆。这个男的戴眼镜后面是曲周儿，那个男孩子叫吴京，后面苏拉。取宝他们。
往学会了。这个不知道喂，你3天回来一次，好不？回来就知道，现在来了也知道，来了一直走了也不知道。香港和山，香草站沟。哦，网络卡了。再坐。看到那里。
有。
这个产品是不是有点卡？这同时卡呀。属羊的母女，靠，这个什么皮网络？
情况，温度过高停止录像。Son se na re son se be jie jia ye son呀，他都中这股子钞票啊！我要嘛讲他呀，你在哟，长听梦这一切你在哟，等你梦中了啥？那边觉得自由呀，我要嘛唱到呀，你在呀，唱着咱们他唱你在哟，这个他妈家这个在那，用着来看待我还在哟呀。
我准备把那个软件删掉，重新装一次。它2个手机都存在那种卡的情况，同时卡，它是同时在卡，跟网络应该没关系啊，手机是分开的嘛。好像以前的那个最早的 APP 直播视频，这个要升级，要给钱的，这个嘛几百美元，会员是几百美元，200多，289美元，就你300美元买那个，花2000多块钱买个直播软件，疯了。对，最基本的功能就不需要花钱。好，我的那个 Expert 这个老是要关机呢，温度太高了，电量低，没电了，什么情况？一点都不错。再坚持会儿有点痛，10分钟。现在这个应该不卡吧？我下次就用这个软件直播算了，功能少很多，要更多功能要花200-300美元，算了。互动那边应该没有那个软件好
算了，那个直播就可以，不要看。现在我自己拍，现在在拍，所以随时要盯着那个网络那方面。以前没有遇到那种，什么情况？温度过高，我靠，这个什么情况？那个 Sport 老是在自动关机，温度过高，然后电量不够，这个不行，还是因为不够的3拍算了，不够的3随便怎么拍几个小时没问题。那这个运动相机拍了40多分钟就温度过高自动关机了，算了，那可能把卖掉算了。看一下8K， 8K 试一下。8K 30，我手不行，8K 那个太黑了，白天可以用，晚上又不行。只有10分钟了，放新歌了。这个运动相机不行，哎。再来一次。还近一点嘛？还近一点。好的。这两天舒服了，这两天不冷不热什么。哎。这两天就热惨了，今天是。18、19度嘛，每天。热惨了，今天是。他不是医生嘛，热爱。他也说不出来。哦，他也说不出来，只吐舌头。只有吐舌头，人家今天不得吐舌头。这两天最舒服的时候，不冷不热的个。对，就是。人都是这样子的，这两天最舒服的，不是狗，狗顶嘛一身毛的呀。他毛蛮正常啊，天生的，他穿衣服。啊。但是闹生了，你他还热噻，你出来是。他热就吐舌头噻，他只有舌头算热。新的。
再不话马上又全部走过来了。这智人太小。这个直播这个网络有问题，卡了不了，这随时断。你去咋的？看嘛看嘛。走吧，拜拜。妈个，这个运动相机只出了3次。出了3次，一个高温，2次高温自动关机，然后一个是电不够了嘛，自动马上关机了嘛。4%的电。悄悄几点钟就结束了，9点钟都不到了嘛，8点50多。哇，你可以多调1、2圈哦。他开始比较早，7点53，7点55就开始。搜查检查这些都。装过程。来说饼干。好美哦，今天是街上的时间。连着饼干。颜值高，身材好，又自由美。对，小罗就专业的不找，小罗是最专业的。去罗马我不去，妈，有啥子吧？不是抢保人数嘛，在右楼嘛。离得特别远喽，看不到了，往前面走点。走远了，往前面走。
用得完，啊，用得完还不够。还不够啊。哎，那我用的是你其中的。你用的很少的，你那儿一个几十个 G，我可能用的有点少，就有几十个 G。我一个片一个视频都100多个 G，那我用了好多，你看到没？看不到。我今天就，哎呀，我有几十个 G，用不到啥子吧？我用不到。上回你说是买好久呢？明年买到明年了。我记得你觉得是明年。那个是买3年嘛2年，搞完买的是几年？这用不到了吧？啊，用不到了，用不到了。有用不到那个了。你出国了不需要那些，国外不需要那个。以后用不到了。那你这个现在这个用到几月份？不晓得还没看。我主要是想万一你要是别人我感觉咋没有两个。整大锅装。我靠，又有问题，2小2斤，我每次都要咔。电量低又是什么情况？又电量低，这个运动相机不行，这电池有问题。他妈的要看好久。
后半夜就走了。那个戴着耳环，穿个这个，嗯，我第一次看他穿这个。他穿几天了？以前穿都是穿的。他戴耳环是。今天戴耳环不是。他夏天啊，坏蛋，他是坏蛋。咋说嘛？像羊驼一样，那个叫那个打野，军事爷啊。小八嘛。他刚才那个架子。你看网络又有问题，又卡了，又卡了，他可能不晓得噻，天天在一起的吧，又卡了，哎，这咋回事？这个软件有问题，几个软件好像都有问题。你又买了个啥子新的摄像？这运动相机的吧，相机的吧？你上回说你那个卖了吗？啊？你说你坏了吗？之前坏了吗？卖了。买了个新的。嗯。就这个。这个高温过，高温。就是运动相机嘛，你以前有用。对啊。这又买了个。嗯。去年买了个卖掉了。卖了你好好。卖了。这个也可以退，都在。不可以退。运动相机嘛。太宽了，看嘛，超广角。有点像广角嘛。就超广角。有点像那个新街剧的。这个好嘛，广角好些个。人有点小。可以调。固定的。Hello， 有点卡吗？个小圈圈。可能还要坐那个小胖的电动车，还是电动车方便。哎，他手在不水嘛，喝水去了。喝了水哦，喝了太急了，呛到了。喝了之后他又呛到了，哼，他在这解决办法，喝了，喝了之后喝太急了要吐。第二个开始啊，第二个。开始跳舞。
这里来。3、2、1。拉了那边来放。
神奇的地方。就那东江的一个不做的，就那东江的一个不做的。对。